大路两顿年菜，安尼唔叫先过年。人民掉下有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教育阿顺啊，要来阮做新妇无啊？阮文金啊，真适合呢。哦，对咯，好叫声真好。啊，恁老爸互村里的人带走去，还搁你遮喊面哦。欠钱是无人咧欠过年的啊。我看你母迄个组织看起来袂歹。李文清，你是不是跑到街上去跟他游行啊？政治别想碰啊！啊，才几啊有老无厝诶！你是讲完了未啦？你讲完了未啦？安怎啦？我问你讲完了